继续来看高雄市警察局林雅分局，互人压料，讲这个分局长利用联合勤教的时阵，请气功老师教大家修身练气、跳体操。讲分局长滥用职权，林雅分局是来回应讲，因为日前有派出所的所长心梗塌上病院来抢救，才会请老师来分享身体要安怎来保养。若是引发到无好的观感，因会改进。 台顶老师咧教气功，大家环境对咧做分局长嘛伫台前示范，这是高雄市林雅分局早起联合勤教的时上气功课，有人走去甲市议员黄节头，讲这是乌白来。在不适合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，内容就很像是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真人版。 当时阮经使用的就是这款的仙功，分局长被批评讲乌白用伊的职权。上气功课时，搁伫分局的 LED 照明灯播上有关仙功甲形象的内容。分局是讲，这只是做对健康有帮助的活动。联合勤教结束以后，来传授我们同仁知识，就是为了要提升我们同仁的免疫力，消除我们的疲劳。有基层的阮经真认同。练完之后觉得怎么样？就身体很放松。 被邀请的气功老师嘛讲，迄一天只是分享气功的练法。只有上一堂课，然后对身体健康有关的气功而已，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分局长为了环境健康，好意请老师来上课，是讲用的是公务时间，所以讲引起无好的观感。另外分局表示讲，未来会注意各种课程的安排，以免搁发生类似的误会。